去年元旦发生日本能登半岛大地震，到今仔日拄好满1周年。不过当地灾区海基的人家厝，甲大约有3/4也未拆，中间的进度防批评有够少，而且一年过去啊，也有超过200人住伫避难所。 日本就参观的能登半岛，2024年元旦发生规模7.6个强烈地震，到即马已经1年啊。迄当阵地震造成470人死亡，真侪厝倒去，是日本最近10年来伤亡上惨重的地震。迄当阵的土石流、落雨水、天气未通的情形，民众想到也是真伤心。真侪住伫偏远地区的民众，因为厝受损，暂时安置伫咧人口较侪轮岛市。 本来计是讲正紧就人转去，无想讲已经点1年啊，即马一个超过200人住伫咧紧急避难所，几落千人住伫咧临时厝内面。83岁周末子就是其中一位，因兜规个地基拢塌落去，即马甲因翁婿甲查某囝住伫咧临时厝，伊讲毋知要如何是好，只好接受現實的情形。言ってもでも無駄な我が家に死んでいなと思ったいつも思った。 だけどまあ割り巻きした酒いいかなと思ってこうやっており、うちもメールさかとも見に行こうと見かれる酒なと思って。能登半島伫2024年又搁發生幾條變地動尾，再加上去年9月雨落未停，和中間的進度搁較慢，災區嚴重損害厝，到即馬抑有1/4也未拆掉，似乎一直攏無完整的計劃。この能登半島というのはもう金沢からもう南で もう道路1本か2本で来るようなところにあるので、その四方八方から皆さんおいで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できない、その半島特有のその地形がこういった復旧の遅れですとか、進捗なかなか図れないっていうふうなことに至ったのかな。有一寡灾民是等甲无耐心啊，规气搬到其他的县市。伫过去1年，轮岛市的人口就减少2500人，只敢若剩21000人，和本来人口流失的问题更加严重。希望在地人留伫咧家乡重建厝的机会，怎么也愈来愈少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